Bible Story。有一個財主，有人告佢個管家，話佢浪費主人嘅財物。財主就叫個管家嚟，同佢講：我聽到關於你嘅事，你而家將賬目交代清楚，你以後唔可以再做我嘅管家。管家心入面諗：我而家點算好呢？叫我落田做嘢，我冇呢個力；叫我去行乞，我又覺得丟架。佢諗到一個辦法，好等自己以後唔再做管家之後，有人會接納佢，請佢去佢哋屋企住。於是佢就將啲欠主人債嘅人一個一個咁叫嚟。佢問第一個：你欠我主人幾多啊？嗰個人答佢：100簍油。管家話：攞你張賬單嚟，快啲坐低，改寫做50。佢又問第二個：你又欠幾多啊？嗰人話：100石麥子。管家話：攞你張賬單嚟，寫做80。主人就讚呢個不義嘅管家做事精明，因為今世之子喺處理世上事情方面係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。我同你哋講，你哋要善用嗰啲不義嘅錢財去結交朋友，等到有一日錢財冇用嘅時候，佢哋可以接待你哋入到永遠長存嘅帳幕入面。一個人在最小嘅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都會忠心；一個人在最小嘅事上不義，在大事上都會不義。如果你哋喺嗰啲不義嘅錢財上面都唔忠心，仲有邊個會將真正嘅財富交俾你哋呢？如果你哋喺人哋嘅嘢上面唔忠心，仲有邊個會將自己真正嘅嘢俾你哋呢？一個僕人唔可以侍奉兩個主人，唔係恨呢個愛嗰個，就係重視呢個輕視嗰個。你哋唔可以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馬門。Thanks for watching. Thanks for watching.